闻继续来看，国民党征调着侯友宜选总统，挺郭台铭的大将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展霖，伫面册来表明，讲伊尊重着朱立伦的决定，佮讲郭台铭这阿明需要先好好休困一下。台中市长罗秀燕，互外界看好是热门的副总统的人选。也毋过罗秀燕讲，竟然大家称呼伊是妈妈市长，安尼妈妈会留伫个厝内。 国民党征调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2024年的总统，妨碍创办人郭台铭确定出局。挺郭台铭的彰化县议长谢展霖伫面册铺文章表示讲，伊依然希望会使陪伊行完这座总统路，真正带台湾走向国际，改善经济环境。谢展霖伊嘛讲，最后的结果虽然毋是阮所期待，也毋尊重朱主席最后的决策，嘛讲郭台铭需要先好好休困一日。 这棒就先交予侯友宜市长加朱立伦主席。挺郭台铭也有南投县的议长何胜峰，当时嘛甲郭台铭见面过，气氛真好，两人手牵条条，看出来交情袂歹。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确定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，何胜峰开第一枪，曾发表声明，讲要宣布退出国民党。 和地方政党的人事真意外，不过认为讲退党是因为议长。 行政爱中立。我无党的话，可以在议会帮助他，可以比较多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南投县的建设什么比较好做，大家百姓也比较好吧。然后我现在是无党的，比较轻松吧。两个议长，一个退党，一个支持郭台铭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冒替侯友宜讲话。侯市长过去呢是一位除暴安良的英雄。 我相信他未来一定是能够保家卫国的好总统。风声讲有可能是副总统的人选，罗秀燕是安尼讲的。大家哈，那称呼我为妈妈市长，那妈妈会留在家里，谢谢。国民党总统的人选总算公布啊，不过对着部分党内人士来讲，有淡薄仔失望。敏感时刻各种动作会引起外界无同款的解说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